大家早，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五，每个各大指数呢现在开盘大概2个小时，可以说呢是走低的第二天的走低，因为昨天呢四大指数前几天涨了一天以后又跌了一天，所以都是差不多最近这个 pattern 都是涨一天跌一天。昨天呢四个指数道琼斯跌了11点，当然不多了，跌0.03%。S&P 跌了12点，跌0.22%，Nasdaq 跌了59点，跌0.33%，Russell 2000小型股跌14点，跌0.65%。来到今天的话呢，道琼是最好的时候都有跌178点，就差不多现在这个时间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曾经跌了520点，现在呢收窄了这个跌幅。这个指数里边的话呢，大概是小型股是跌得比较多。大概都不是很多的，都是大概1%。今天呢，最主要就是一系列的不合预期的这个财报出来，比方说联邦快递它有公布业绩，它调低了全年的盈利跟收入的预测，他的这个 CFO 说呢，最主要因为美国工业的经济持续疲弱，前景不明朗啊。代号 FDX 223.8毛，大跌9%。但是呢，还有 analyst 是看好它呢会有机会会涨到300块钱的。然后另外一家公布业绩不是太好的，就是这个运动品牌 Nike， 它第四季度的收入预测呢没有达到预期啊，那就代号 NKE 67.5毛3，跌了6.1%。所以今天这些不是太好的这个财报呢，就有点拖累这个市场，进一步加剧呢市场对于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心。然后最主要，我们美国还是这个贸易戰的前景啊，最主要就是特別呢，Trump 總統呢定於4月2號就會有這個開始呢開始就是實施一系列對於加拿大、墨西哥，他先前把它延到這個4月2號，對於他們徵收這個關稅。雖然呢前幾天呢聯儲局還是暗示呢今年都會有可能減利率，前幾天在這個保持在這個會議以後，星期三維持利率不變。下一邊呢就利率期貨市場反映了有5月7號的時候呢，現在減0.25的可能性呢有16%，6月18號呢就會比較大了。減0.25的可能性呢高達66%，減0.5%呢就更加都有12%的可能性。然後呢，昨天我都說了，今天的市場呢是所謂這個 triple witching 啊，4毛1，就是因為呢今天的很多股票跟指數的，他們這個 option 期權跟期貨 futures 都今天到期。就變成呢，所以通常呢都會市場比較波動的，特別是最後的這個1個小時的時候。總的來講呢，這大指數呢經過差不多4個禮拜的下跌以後呢，這個禮拜應該可以說呢是微微上漲的，把這個跌勢就停掉了。然後呢，10年公債利率沒有大變動，4.237，美元都沒大變動，都是在這個103.6左右，103.64美元指數期貨，都是在最近這個高點。黃金呢，從昨天這個歷史高點呢有點回落，現在是報黃金期貨啊，我這個是期貨3018，跌了0.84。昨天呢曾經達到這個期貨達到3060。好了，今天的財經新聞是由華信投資顧問的 William 馮為你報道。